队有没有事？快点回话！快点回话！我没事，陆生没事，兄弟们没事，不说李总没事，咱这个统领没事。 别动！知道，防守后方统领侧翼突击。等什么？把枪捡起来！陆川，把敌人的阵地给我定位出来！徐红，去把人都带出来！光宇，看一下还有什么装备能用。什么？迫击炮在车队2点方向。